酵母菌，酵母菌就是这样子，它有比例是。以前呢，它是一粒一粒，现在比较方便，直接帮你先磨好。那个糯米饭要泡6个小时到7个小时，然后才要煮，像这样子，这样把它搅拌，因为它刚刚泡水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整个都泡下去？我们的水的量呢，就是盖住这个米就可以了。它的目的就是说把每一粒米呢都要分散。我呀，哦，哎，好了，先掰好，来，好，这边还有糯米哦，赶快先剪。这个拿起来，连起来，拿起来。这个是蒸笼里面的淀。随便吃一下。要干嘛呢？好，看到了没？我们首先把糯米拿到哪里？锅子。好，你捏好了换人。对，好，捏好了，其他换人。好，手冲一下。后面的说不要，不要，好，拿着，帮我补这个。好玩的感觉。要补哦。等一下你要吗？我还没用过这个。等一下我要换位置，等一下你先补。这饭。好，把饭先沥干。不懂得进水进到里面。每一粒米都放在里面。它这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水分沥干，才能下去。好久没有喝这个。我们要加酵母粉，我帮你开。要几包？1包。它的作用就是要让它发酵。可以闻闻看吗？可以啊，等下撒的时候你就会闻到。去屑。好，我先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哈，每个人对手。哇，神仙粉呢？神仙粉。好，现在就这样撒。好，让人变。不要撒到外面哦，这个都有比例的哈，2斤半这怎么做法跟上次一模一样？是没错吧？那个干的时候才可以吃，撒均匀哦。给它弄散，好，弄散哦。你们要亲自做，对，这个是新的做法。看糯米也给它弄散，不要抬起来。不要抬起来。就你在洗米哦。全部均匀，现在是给它泡水。好，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每一个米都要散开。就是最高这个，你说瓶子吗？对啊，之前。对，手放低一点，对，好。之前里面都有。可能没有沥干，所以要保持干净。而且很多水。哦，是哦。那时候可能没有沥干净，再半瓢，对。好。有吗？你们站到要给它6分满、7分满。可以吃哦。好，可以了。